性别意两性奥，大家好，我是碧纯，带你一起来了解现代性别多元平权观。之前呢，一连串的 Me Too 事件延烧至今呢，还是大家热烈讨论的话题。但也因此呢，促成了我们的性平3法的修法，还有让我们社会大众呢更加重视性别平权这样的问题。另外，就企业的 ESG 而言呢，如果能够打造这个性别平权的一个职场环境呢，也是永续经营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了性别平权方面的专家到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谈一谈。好，那今天到我们现场的专家呢，都是这个行政院啦、教育部等级的讲师，还有来自公部门呢，专门在推动我们的性别平等的专家。现在就一一为大家来做个介绍。首先，我们要来欢迎的是我们台南市政府性别平等办公室的执行长陈雅芬执行长。你好。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长荣大学大众传播系的助理教授张英韶老师。是主持人、各位来宾，还有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长荣大学大众传播学系的张英韶。接下来这位呢是昆山科技大学的幼保系助理教授王美琴老师。主持人以及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昆山科技大学幼保系助理教授王美琴，很高兴跟大家见面。我们今天这3位呢，都是我们的这个性别平权方面的专家，等一下好好来做个请教喽。好，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针对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先请教执行长哦。执行长，以前我们都说两性啊，两性平等、两性什么平权之类的，都是男女嘛。但是现在我们都要讲性别。好，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明一下，两性呢跟性别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台南市政府性别平等办公室的执行长陈雅芬。那因为呢，我在联合国在1995年呢，就是推动性别主流化。那所以呢，在倡议，其实最主要就是说，以前我们对性别就是固着的认为是只有两性，就是男性，不是男性就是女性。但是呢，其实性别它不止两性，是多元性别，就是有时候我们现在呢都会称为生理男、生理女。就是说我们身份证上面的，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简称应该说它是生理上。生理上是男的，对，或是生理男，对，或是生理上它是女性，这个是从我们的生理去分别。但是在心理上呢，其实性别它是多元的，可能是它是顺性别，就是它是生理女，然后她的认知，她自己也是女性，是顺性别。是。那有一些跨性别，她可能认为说，我的身份证我的生理上。性别是女性，但是我认为我是男性，甚至于有一些它是中性或是多元性别的，对，所以我们现在在称呼性别上呢，包括我们公部门的文书，我们的表格都会要求，就是你是生理上是女性或是男性，对，这个是已经跟以前的观念是不一样了。所以就是不只是局限在说这个两性就是男的或女的，因为现在也有生理男啊，或者是心理女啊，或者是性向男之类这样的名词出现，所以我们要尊重这个多元的性别，对不对？好，那英韶老师，那其实像以前我们大家都会觉得说，好像这个两性啊跟性别，对不对？像现在还是很多人会说，男女平等，两性平等。有些人还是对于这个性别不是很熟悉、很了解，所以这2个名词其实要把它具体化，在推动会不会有什么困难呢？我想，当然，这中间就一直到现在，即便这个我们已经推动了几十年了，那但是事实上，在这个过程里面，它还是有它很大的坎坷存在啦哈。那特别是，其实我们就回到一个比较核心的价值，为什么要谈性别2个字？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让天赋自由的概念因为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身，也就是我们的生理，它其实带给了我们可能很多在现实生活中上意向的障碍。
可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我们都有自己的渴求跟自己的渴望，然后我们也有自己的梦想，对，所以今天即便像我这样一个女生，我不一定要是家事能手啊，我也不一定要是一个育儿高手啊，我可能可以渴望我成为一个土木工程技师，或者我可能可以成为一个太空人。可是，在传统，如果我们回到一个很传统的性别里头的两性二分法的时候，那就回到了一个在人为社会里面，我们对所谓的男生女生很刻板的一个定义。那女孩子嘛，干嘛出去抛头露脸啊？女生啊，数理状况不好啊，女生啊，可是回过来，男生也一样啊。我们就知道嘛，我们有很厉害的这个我们的国际名人啊，吴季刚吴先生啊，他玩芭比啊，在台湾不能成功，所以只好出国去玩出了世界知名的一个国际设计师。那所以不管对男性或对女性这样的性别刻板障碍，这都是我们不期待的，也不乐见的，所以我们才会用性别这样的概念来去破除我们过去很绝对的二元分法。我想这个是我们在谈性别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价值，也是性别主流化我们想去推动的不是说什么为了什么男人说话，为了女人说话，都不是为了这个，为的是一个天赋内在的自由。对，所以这是我们英嫂老师的看法哈。那刚才也有讲到，就是说，好像大家都会对传统，就是说我们男生女生的刻板印象，女生就是在家里要相夫教子啦，要会煮饭呐，对不对？然后要洗衣服啊，做家事，然后男生在外面。但是其实现在你看，之前总统都蔡英文了。对不对？蔡英文总统，女生也可以在外面有很棒的自己的事业啊，然后也不一定像我自己本身工作也很忙，也不可能回家都在煮饭啊。其实也是不太会煮，对不对？但是你能就是说我这样是不对的吗？也不对啊。那有些男生就是在家里真的很会煮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说现在已经不是以前要是被我阿公阿嬷知道说男生去煮饭真的会被骂，对不对？会有这样的传统的。是呼应一下，像英嫂老师刚才讲的部分，对，像传统的思维当中，大家都觉得女生就是要坐有坐相，就像自己的小时候，只要这个对坐在沙发椅，只要或躺或坐的时候，那长辈一定会说啊，女孩子怎么会躺成这样子？对，我就发现真的的确就是落入一个传统的思维。那就像我们现在像我自己是幼保系的老师，我们也会教导我们的孩子，真的就是要非常的尊重各个的一个个别差异这个部分，不一定要说男生你不能穿粉红色衣服，女生一定要玩芭比娃娃。这件事，对，真的是不要落入传统的思维。所以你们现在在那个教导学生的时候也是都这样子。那小朋友接受度怎么样？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反而是非常的自然，而接受这种非常多元的一个文化。对，所以之前大家可能会觉得说，男生才能打领带，我今天特别打了领带，是，但是我的领带很可爱吧？是不是？就是造型看起来可爱就好。我觉得说，那像也有男生就穿裙子也还好我觉得只要你穿起来觉得很适合就无妨，对不对？好，那在苏格兰、英格兰他们也是穿裙子的嘛，对不对？不过刚刚就是也是回应到主秘刚刚有提到的生理男、生理女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想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去确认我们的一个基础的标准身份的概念所以现在其实如果我们这个所有的观众朋友，你们如果有仔细去看到府上的孩子们要去参加一些营队，那时候你们就仔细去看他的报名表上面会写的是生理男跟生理女，而不是传统的男的女的，甚或于自己以为自己很开明的就写一个其他对，男女其他，他们现在是直接就是写这样写，对，所以基础上我想或许在前一阵子讲到这个同婚的议题的时候，可能很多人的家里这个长辈跟年轻人之间或许有一些沟通上的不良很多人在家里吵架对啊，真的，对，因为那就是因为我们的年轻的世代就刚刚主持人问的说，学生年轻人他们接受的状态怎样？超自然的，对，很自然，是他们很多的好朋友不一定就是我们传统讲的男或女，
对，他们能够接受度比较高。对。是。我认为说，其实，在性别平权这件事情，尤其是在台湾呐，哈，我觉得它有一个影响的层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渐渐的能够接受？第一个就是因为以前传统的，就是说从人类远古到目前以前可能都是很多的工作啊，你的生计都是要靠体力，所以呢，生理男，他可能先天上他的体能上会比生理女还要好，所以呢，以前就是为什么会有很多的社会啊、国家，它是一个男尊女卑，就是因为基于以前是生理上的一个谋生的一个技能会比较强嘛。但是呢，像渐渐的，就是科技改变，然后教育普及，那现在有很多的工作，它其实不是靠劳力。不是靠体力，像我们四位坐在这里，我们现在也，我们都是靠聊天嘛。已经不是像以前说哦，我要去一天能够扛个几百公斤哈，我要能够打仗，我要能够骑马，要跑多远，背什么沙包，现在都已经可能很多的工作职业都已经不需要的，所以渐渐的就变成是，可能生理女性她渐渐的可能在社会上的职业的一个声望啦，或是成就就会渐渐的扬升。对，所以就渐渐的就好像就性别就逐渐的平等起来了。对，好，这个是像执行长现在提的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慢慢反映在我们的现在很多学生在选科系的时候，像现在的生理男也会选护理系，可是，在早期的时候都会觉得护理师应该都是。对啊，大家都想说一定是女的，对不对？现在很多都是比较细心，打针一定要女生，对不对？可是现在不尽然哦，有很多的生理女其实都去选电机系啊，对不对？那其实我是觉得是说，在现在的社会当中也越来越开放了。对，因为越能够接受。对，因为像有些女生，她可能本身特质就是比较粗犷、比较粗鲁，就是，然后你叫她去跟她打针，可能2个字啊。对啊，我们今天还要特别就是跟观众朋友讲说，我可能因为三位是性平专家嘛，那我可能有讲的一些话就会就是不适合现在的性别平权所以我是一个错误的示范。但是从这个错误当中，我们要学习到正确的观念，不能讲粗鲁，要讲那应该要怎么讲呢？像比如说像粗犷粗犷就可以，粗犷跟粗鲁，我想粗犷是一种特质，粗鲁好像是一个贬义，在骂人家。对，其实连男生也不希望被说粗鲁这样。那像如果我们讲那个欧巴桑跟美魔女，其实这个就是最近吗？我这样讲我都觉得不好意思。我最近每次人家路上就说美女，叫你美女都不回答，我说你是美女吗？我不知道，我回家再找镜子照一下。可是不知曾几何时我想就是像之前我们提到的什么。前年吧，有人被开罚，新闻报很大，什么成真洗碗欧巴桑，对，这个是很严重的失误啊！是，我觉得这对生理男很不公平洗碗为什么欧丽桑不可以？为什么一定要成真洗碗的欧巴桑？所以有人说这个是对欧巴桑的贬义，可是我觉得回一个角度来看，是对欧丽桑的压抑。人家我家先生很会洗碗呐，对啊，那我洗碗反而没人敢吃，说我洗不干净，对，所以我会觉得说。为什么他会被罚？其实我们日常好像太多，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一些刻板的印象、刻板的知识、刻板的概念。那这些东西就会反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其实我也觉得，说不定那个老板觉得很无辜啦，因为他说啊，阮兜开店这么久，生活都拢请欧巴桑，啊，我嘛拢叫欧巴桑，现在今嘛欧巴桑爱罚30万。因为这个有涉及到年龄还有性别的歧视，对，因为欧巴桑是有年龄的，对，然后欧巴桑是女的，所以有性别的歧视。对，所以像我们这种轻熟女，我们轻熟对了哈，像我这种轻熟女，
对我其实也可以去应征不洗碗的工作，你不能说我一洗碗我就变欧巴桑啊，这不对啊。那如果说成真洗碗的美魔女，这样可以吗？也不行。对，就是不要提到性别，不要提到年龄。性别跟年龄，对，然后跟那个美不美这样。其实这就是意识没有价值的美，对，评判美是主观性的。对，像我就会说，我刚刚就开玩笑说，人家叫我美女，还会说你怎么都没反应，因为我不知道原来你是美女吗？对我真的不是比较谦虚吧？谦虚吗？对。但这问题就来了，这美不美跟我的职涯表现一点关联都没有。今天我不是因为我美而行走江湖嘛？我想碧纯也不单单只是因为美，你坐在这儿当主持人，对不对？包括你的总体的机敏反应，包括你的场控能力，甚至于你谦逊的那样的态度。对，你看我们居然在节目里指责主持人讲话用词不当。对，可是你看，这就是一个碧纯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优秀主持人的要件，绝对不是因为你美不美啊。所以如果今天说我最美的女主持人，何苦来哉？对，美这个东西芳华会流逝嘛，没错，对、而且那是比较性的啊。那你要说谁美，是每个人主观的感觉，对不对？所以我再呼应一下哈，像刚才这个英韶老师提到那个工作上的部分，那我自己工作上也是啊，我们都是幼保系的，然后就是可能接触很多，在传统的思维，照顾孩子都叫做保姆。那各位知道吗？现在是不能用保姆2个字了，不能用保姆，是我们都叫做托育人员因为也有男生可以当保姆，也有是你难照顾孩子，照顾的倍儿棒很棒的，对不对？很棒的。所以其实传统的思维来讲，都觉得保姆我要找保姆，我说不，现在叫做托育人员。对，这个也是，我们就说最开始也在讲到职涯上的一个性别刻板是。说真的呢，我觉得美琴老师那个领域要破这个刻板印象，真的很为难呐要慢慢的生根。真的要慢慢生根，真的虽然推动了10几年，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是有很多地方有待改进，是要生根很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谈性平、谈性别，好像是在保障女性。其实我都觉得不是因为这个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有太多，其实对我们传统的男性也很压抑男人就一定要养家活口，男儿有泪就不能轻弹，那男人就不可以去做这个工作，不能做那个工作很对。你看我们的李安大导演曾经靠老婆活那么久，多憋屈啊！可是问题来讲 ，Why not？为什么不行？他们2个调得好就好，对不对？所以人家家庭的事务，咱们就不要再去说。哎呀，你看你一个太太包头露脸，哎呀，你看你老公整天在家这个种花种草，人家夫妻高兴就好，对，自在就可以了。对，真的是自在就好。好，那我们既然讲到工作的话，其实我们会遇到一些状况，就是说，生理男穿女装上班，尤其是最近很红的那个检察官啊，他穿这个女装上班，其实大家。我看他的反应都蛮不错的，这么美，这么赏心悦目，然后而且重点是他还秉持他自己的专业，他没有错失他的专业啊。我这里就又要说了，要说我们欣赏他不能因为说，你看你刚刚讲，补充说他很专业哦。对，你看说到因为他那么美，这么赏心悦目，你看，所以但是当然我们不能免除我们人类对美好事物的喜爱。但是她要穿女装，即便她穿起来，你不觉得她美，你不觉得她赏心悦目？就像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女孩子，像我们自己当老师也会啊，在学校我就看到学生故那绕裆绕腮绕腚绕绕了了，露肚脐啊，对，那我就会觉得，我自己就觉得真的那刚午喝看，我也会这样想，可是她喜欢啊，对，所以今天她穿的成不成美，是不是令人赏心悦目，那都是我们个别价值强加在他身上的，对。但重点是出在他自己自在，他自己喜欢，然后他没有犯法，
没有犯法，我们就要尊重他，对不对？对，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人家穿那样子，没有什么有伤风化。我们刚才在聊了，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谈什么叫伤风化。对呀，这个如果阿公阿嬷看到会说啊，怎么穿那露肚子啦？可是法规里头没有写肚脐眼不可以露啊。哦，其实像我今天穿这个不是长裙，我如果是在伊斯兰教，它的教义非常严明的一个国家，我这个应该也是不行的，就糟糕，对，也是不行的。我们脸都要遮起来，我们坐这儿这样子做都不对。对啊，大家戴头纱面罩，对不对？对，所以其实回过来看到，就职场上这如何去穿搭，如何去打扮。然后当然有所谓的职场合适性的问题，像我自己就曾经在一个医师工会里头，然后呢医生就问我说：“老师，我的护士当起来我要做水晶指甲，我的迄个病人看甲讲目睭拢去闪掉，安尼我是要安那来讲？我讲恁一开始。”你们一开始就职的时候，有没有在就业规范里头，有没有签下共同的一个认知？结果这个医生就跟我说：“啊，我哪知道今晚查某囡仔变安呢？哦哟，有够无正因为规身躯就开始念一堆。”我说：“请停下来。”如果你要用这样的方式跟我讲下去的话，你也会很沮丧。为什么？因为我不能认同。最开始我们在职业、我们在就业的时候，你可以订定彼此的公约，哈。对，在劳动契约里头订定，那订定完了之后，那他就必须照办。是，对。那如果说你是事后才嫌东嫌西，你必须跟他协调沟通，看大家愿不愿意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因为在我们的专业里，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病患。可以舒服，可以放心，那这叫做专业伦理道德，而不是一个查某囡仔该怎样。对，这个是完全不同的观念，所以我会觉得说，在职场上，我们常常遇到可能我们很多的经营者，我们的事业老板们可能会有这类型的困扰。那所以其实这部分我想我们应该要再重新。再来理解。谢谢英嫂老师。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谈一个，就是性别友善厕所。哇，这很重要，这个厕所很重要。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性别友善厕所？我去弄了一个图，其实我没有实际上看过，因为我没有到实际到这个地方去过。但是就是说，它里面一定要有这个。一般我们传统当中觉得说男生要上的小便池，然后或者是说坐的马桶蹲的马桶等等。好，那针对性别友善厕所这个部分，我们来请教执行长。性别友善厕所，它其实就是说，不论是哪一种性别，就是不管它是生理男、生理女、跨性别或是中性，它都是可以很自在的使用的厕所。对，那现在当然在我们台湾是还没有法令强制规定说一定要设置，但是呢，因为这个观念已经渐渐的普及，那包括我们市政府这边也有定了一个就是性别友善厕所的一个新建或是改建的一个原则啦，好，就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希望就是用一种呼吁啦，哈，或是一种倡议的方式，让大家能够来接受。那现在，性别友善厕所它比较有一些争议性，就是说，因为我们很多的建筑物里面，它本来就已经有分男厕、女厕。那现在如果要去增设或是改装的话，空间上还有一些相关的建筑法规上都要去克服。那还有就是说。有很多的单位，他就说：“我可能现在也没有预算，哈，或是说我的建筑物现在没有办法改，那我是不是能够用身心障碍厕所去改装？对，但是呢，这一个提议呢，就身心障碍的团体，他们也有声音呐，他会觉得说，他们的原来的一个专属权好像是被剥对。”那其实呢，身心障碍的厕所、无障碍的厕所，我自己也常常去使用啦。也不限说一定是身心障碍者才能用。那相对的性别友善厕所，就是说只要你愿意，你都可以进入。对，好，那就跟大家说明一下，可能没去过的人它是这样一整间，就是你一个人进去，不是说你进去的分别这样子。对，那其实讲到这个
友善厕所的话，那我们会想到就是其实一开始是那个叶永志同学嘛，对不对？在2000年的时候，然后才会促成说后面大家很重视这个性别友善厕所。所以英嫂老师，您的看法呢？就像我们现在就在教育部旗下的所属机关，我们大概都已经很标准的去设置了，对，我们都会设置这个性别友善厕所。那我自己其实还蛮喜欢去性别友善厕所。其实大家看到性别友善厕所，它的标志通常是在外面，就是有男性标志，也有女性标志啊。那有些会额外另外的去有一些特殊的符号啊，现在有一些辨识符号，那或者干脆就直接写性别友善，哦，这样也可以。那其实大家都可以去很自在的走进去。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呢？因为我其实有时候那些符号哈。那什么男性、女性，我其实有时候我自己会弄错，我走错厕所的几率哈，我不是故意的，但是真的是，真的不是嘛？对，然后就引得别人瞪我，我还把人家瞪回去。对，对，结果是自己错。所以后来我觉得这性别友善厕所对我自己来讲，它还有一个好处，它排队的人比较少。对，因为其实我们男厕不是男厕跟女厕的比例，虽然我们现在有定了哈，那但是你会觉得奇怪啦，女厕还是都排比较长。没错。对，那所以我就觉得性别友善厕所真的很不错。那事实上，性别友善厕所它最主要的就是让自己，甚至很多时候你可能没有那么绝对的界定自己也应该是谁。我们其实像我们在学校，我们遇到很多孩子在自我探讨。对，那很多其他的朋友就会说，哎，侬恁欧北人嘎嘎派去，其实真的不是。我觉得很多的孩子，他们真的这个在性别的自我意识价值概念上是会转换的，他们是会转变的。那这个转变的一个过程里头，我当一个老师，我会觉得没有好跟坏。对，只要他能够觉得舒服。觉得自在，然后觉得愉快，然后能够了解到自我的价值，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性别友善厕所也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弹性空间，让正在自我探索的孩子们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去面对他个人那样子的一个探讨的时间段，我觉得很棒。对，所以在小朋友方面，就是我们幼保系，对，是啊，我听到执行长还有英嫂老师这样提，我又想到我们的亲子厕所了啊。除了性别友善厕所之外，我们的亲子厕所，常常亲子厕所都是设立在女厕。那像我自己本身是2个女儿哈，那如果我在上课的时候呢，我先生就会带孩子到外面公园啊，去游玩啊，等等之类。可是上厕所就是一个很大问题。我先生说，干脆不要出去了，因为只要亲子厕所一定在女厕，我先生根本没有办法进去。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亲子厕所真的是一个有待改善的一个空间。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单独独立设立出来呢？让其实爸爸受害了就对了，是他根本没办法带女儿，女儿一直在外面喊爸爸，能不能帮我擦屁股？爸爸说我不能进去。对，所以这个我们都有待这个改善啊。我们这样聊，时间过得好快哦。对啊，所以我们这个性别印良性奥的这一集哦，先在这里告一段落。那我们之后呢，会陆陆续续制作更多相关的有关于这个性别平权相关的议题，而且呢都是非常的有趣，而且就会像我一样哦，有些是平常你可能会不小心就触犯的。然后我们就请了3位老师啊来指导我，那观众朋友同时也可以学习到这相关的知识。好，我们再次谢谢3位来宾到节目当中，谢谢。对，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那请大家继续锁定哦，我们拜拜。